你曾否停低腳步，深思我哋每日營營役役，追逐所謂嘅成功同財富，到頭來究竟有咩真正嘅意義呢？呢個問題就好似一把鎖，困擾住好多尋求生命答案嘅心靈。我哋不斷付出，但最終嘅價值又喺邊度？喺呢個充滿疑惑嘅世界，聖經傳道書9章10節就俾咗我哋一個清晰嘅方向。佢話：凡你手所當做嘅事，要盡力去做。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直接簡單，但佢嘅背後蘊含住一份超越時間、極之深刻嘅智慧同埋天父對我哋嘅期盼。佢唔只係叫我哋努力，而係要我哋用心去活出每一刻，無論大小事，只要我哋全心全意投入，就係活出天父賜予嘅潛力，亦都係最真實嘅愛。願我哋憑着呢份信念，盡力去愛，盡力去活，將這份從上而嚟嘅美好同希望傳揚俾身邊每一個人。你嘅努力從來都唔會白費，因為主會紀念一切。